生啊！你谁呀？我出去等你啊！给我回来！有人吗？李先生。 李先生，您的外卖到了。有人吗？那我进来了。你谁呀？谁让你来这儿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出去等你啊！给我回来！你告诉我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我家呀？我就是个送外卖的。你起来！给我起来！对不起啊！ 对不起啊！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也爱你啊。可是，我真的不想再做你的附属品了。我要找回我自己的生活。好啊，你要断绝关系那就断啊，反正我也不稀罕。你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啊？哼！哦，原来你是……我是什么？哎呀，真没想到你是这种情况。我以为你知道。我要知道，我一句话都不跟你说。我最讨厌你这种人。我这种人怎么啦？还要我明说吗？你说吧。没什么好说的。我拜托你说。懒得理你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收钱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老板家啊。哎，什么老板雇什么人，一个骗吃，一个偷吃，一丘之貉。哎，什么跟什么呀？喂，你跟我说清楚！嘿，不对啊，我干嘛走啊？我是来收钱的呀。你除了摔跤，你还会做什么？离婚？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跟我说清楚点，别走你！说什么啊？啊，冯峰，峰峰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你，又是你！我说怎么那么奇怪呢？故意整我们是吧？我不要！冯峰，你就是等一个人的老板娘，冯峰。你的样子可真是多变呐！我最讨厌那种把自己 P 得不像自己的人，那叫诈骗。李欢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哪里有？李欢，既然你今天来了，那正好我们把事情说清楚。你那家破店虽然我收不回来，但是租金已经不到1年了。与其这样下去，还不如收了我的违约金，千万不要跟钱过不去。原来
原来一直要收我店的人是你。我不想在无谓的事情上浪费时间，也不喜欢对自己说过的话说第二遍。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对吗？还在为叶家的事情生我的气，对不对？所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报复我。叶家，你和叶家，林瑟，小风，峰峰他怎么了？小风，不管有什么事情，请你听我解释。这里不欢迎你，还是赶紧走。小赵叶，带你姐姐进去休息。小风，林家，你真有奸情，都捉奸在床了，你这个畜生！李欢，老板，李欢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你？你别这样，只要你能回来，你怎么气我、找我、报复我都可以。闪开！不让你管！你少在这儿给我装可怜，不要给我打感情牌。你这副恶心的样子，跟街边那些讹人的小乞丐有什么区别？给我滚！闭嘴！你以为你谁呀？凭什么这么跟他说话？外卖的钱还没付呢，口袋里就这些钱。你怎么嫌不够是吧？如果嫌不够的话，可以找我助理。还有，如果你们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请你们离开我的家。哦，对了，记得把这箱垃圾给我带走。老板，你怎么可以？我本来就没有想吃他们的外卖，只是想尝尝他们到底是什么手艺，怎么就能够自信到如此程度？怎么就这么能够自欺欺人呢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没想到1年不见，你又变成了那只没心没肺的小公狗。你竟然说我是狗！就算是只狗，久别重逢还会叫2声的，那你呢？你说我还不如一只……老板，老板，你的手，我去拿药啊！都给我出去！看着心烦，滚出去！峰峰，我们走，别跟这种冷血的人多说一句话。走。蠢女人。好了，很快就没事了。谢谢。老板，其实冯峰是我的好朋友。你俩认识啊？他平时不是那样的，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。还有，她不是蠢女人，她是我见过最长情、最坚强、睿智的女人。虽然我知道这样说有点不太合适，但是你真的要收走峰峰的饭店吗？那个饭店是他用来等一个人的，那个人给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。他们一起住破宾馆，一起合租房子，一起为了生活打拼，还一起开过东洋饭店。虽然那个饭店现在已经不在了。他一直不肯搬离这里，都是为了……怕那个人找不到他。峰峰保留了那个人的所有最爱吃的菜式，为的就是有一天那个人会因为想吃这些菜而走进这家餐厅，与他相遇。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，等一个人。嗯。
你刚才叫他李欢，他就是你书里那个李欢？就是他，他就是我一直要等的人。原来他就是李欢，怪不得觉得那么眼熟。可以你们的关系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对你啊？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我没想到，我跟叶家的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他还是过不了那一关，还在生我的气。对不起啊，黄辉，我想一个人静静，就送我到这儿吧。不行，你这样我不放心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儿的。冯峰，我想休息几天，麻烦你去店里帮我贴一个休假的告示吧。好吧，我一会儿就去。你回去先好好睡一觉，有事给我打电话，我手机24小时为你开机。谢谢你。死福生，臭福生，愚不可及，呆头呆脑，榆木疙瘩。我们都找了多少圈了？你就放过我跟皇上吧。那个皇上息怒，奴婢失言。朕命令你不得携带，找到你家饭店为止。皇上，可是福生他……少啰嗦，这就是孝敬福生。如果你再挑拨离间的话，石头造反。福生，我们走。